来看台中大家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去年9月向法警讲，伊死在厝内面。经过调查，竟然是伊的妈妈呢，长期甲伊关起来，互伊饿甲皮包骨才会来死亡。台中检方专案侦测终结，死者的老母以甲人虐待告死罪嫌提起公诉。那这死者的老爸顶唔知，以帮助家当私刑拘禁罪嫌起诉。去年9月，台中大家一个姓陈的女子伫厝内死亡，伊的爸母涉嫌拘禁虐待。检方调查，姓陈的女子2023年1月，互因老母强迫自高中休学，该关伫咧厝内1楼房间的浴间内，佫限制伊食饭的量，造成伊营养不良。到去年9月2日，因老母发现查某囝无食饭，也无甲伊详细看，就认为已经死亡，无甲伊救，也无送病院。一直到2月透早，因老母才发现。查某囝死伫咧房间的浴间内，因老爸伫7点报案。死者被发现时阵，规个人3比8，身躯拢溜皮，因为无啥食，营养不良，体重只敢剩30公斤。詹姓被告所为，系犯刑法之私刑拘禁7日以上，且施以凌虐致死罪嫌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，令死者父亲陈姓被告所为，系犯刑法之帮助加重私刑拘禁罪嫌。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诉。检方20侦查终结，死陈的女子爸母拢被提起公诉。地检也裁定做老母的继续羁押。教育团体讲，死者被逼休学了，佫被拘禁，但是拢无人发现，表示教育安全网出问题。如果学校的老师知道，一个家庭有一些状况，好，或者是孩子有异样的时候，其实他可以做社政通报啊，让社会局进来，让社工进来做家访。学校单位、教育单位他没有进行任何通报的时候，社政单位的资源是进不来的。人本基金会讲，高中学业若是无完成，就会建立国教署的中立性系统，当地的教育抑个社政单位会当会同警方追踪。这件案件可能是学校无通报，权责单位也无确实执行。社会团体讲，亲子之间的互动沟通，应该让囡仔看作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。如果我们没有太把孩子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，父母亲很容易误以为这个关心管教的部分是为了孩子好，但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一个处理已经超出了适合的范围，而我们可能没有发现。立宪基金会认为，父母无应该将囡仔当作是附属品，也无应该用威权的方式来管教。也若出来其他的人，若是对过度管教，或者是目的拢无作为，也顶同是加害者，对囡仔会造成救袂大的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